无咱来关心墨西哥北部的马蒂罗城，初一的时有一间教堂，规电线图在做弥撒的时，厝顶煞熊熊放落来，造成9个人死亡，50个人受伤，也有30个人掉伫内底。同一天，伫墨西哥的东南部恰帕斯州嘛发生一架货车载伤侪古巴移民伫高速公路顶并车，上无有10个人过往，17个人重伤。 意外现场，人群惶惶恐恐，救援队员参救护人员甲民众拢伫现场，各有人赶紧下楼梯来协助救援。墨西哥北部塔毛利帕斯州的马德罗城，当地初一一座教堂的厝顶，伫教徒做这座弥撒的时阵，熊熊放落来，造成真侪人死伤。Hoy estamos viviendo un momento muy difícil en nuestra diócesis de Tampico. Se ha colapsado el techo de una iglesia de la Santa Cruz, estando en la celebración de la Eucaristía. En estos momentos están haciendo los trabajos necesarios para sacar a las personas que aún se encuentran debajo de los escombros. 意外发生了后，墨西哥国民警卫队、州警察、州民防办公室，还有红十字会拢出动搜救。当地警方表示，教堂内底迄阵时差不多100个人，其中差不多50个人送病院治疗，年岁上细汉的只有4个月大。而死亡的人内底有3名是准备举行洗礼仪式的儿童。墨西哥国家安全发言人办公室表示，技术是因为建筑的结构问题，才造成厝顶崩落来。而墨西哥当地初一伫东南部恰帕斯州，佮发生并且死伤意外，一台载满古巴移民的货车伫高速公路太平洋沿花路段并车，造成真侪人死亡重伤。墨西哥国家移民研究所新民表示，发生意外的公路是为瓜地马拉下境，照墨西哥的路要去美国的移民常常使用的路线，货车根本无法度载遮尔侪人，才会造成并且意外。暂时司机嘛已经逃离事故现场，下落不明。国视新闻台是唐平玉。